內欄第3隻太陽勇士，外邊粉紅眼仔就遙遙領先攞出去外邊啊！第5位中間呢有康樂高球，拱唔拱到嘅隻呢長平長勇出去呢，偷入邊有中華盛景禧連勇敢掟大外檔係立百川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呢，咁啊見到埋邊傳咗上嚟嘅太陽勇士啊，中間鬥緊噶嘛，有遙遙領先啊，外邊呢就康樂高球上緊嚟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啊長平長勇，最後百零米遙遙領先佔先，外邊呢就係呢隻康樂高球逐步蠶食上嚟，入邊太陽勇士終點嗰步伸長條頸，咁啊外邊位置康樂高球，咁啊壓住咗入邊嗰隻遙遙領先，遙遙領先臨尾呢有少少挨入去啊，咁啊至於內欄呢係太陽勇士第4名嘅長平長勇，睇嚟今場嘅頭馬康樂高球外邊壓咗上嚟，都認真厲害啊！出道以嚟贏埋今場已經係第6 win 啊！過到嚟跑馬地，一隊都係初谷過到嚟包 Q 啊！康樂高球遙遙領先，太陽勇士第3，出邊全程走呢個蝕位嘅喎，長平長勇頂到第4。哦，都真係犀利啊！一轉過嚟即刻贏啊！